什么声音？鬼呀！山呐！你看什么呢？你转过来！你是谁？太后，你怎么了？做梦了吧？没什么。困死我了！哎，我也困呐。哎，你说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？谁呀？还能有谁呀？李公公呗。不会吧？那他为什么老是让咱俩守夜呀？哎，这不是人手不够吗？干什么呢？走啊！你后面什么东西？你别吓我啊！看见什么了？啊！没事，别怕，是个女鬼。你个死鬼，你吓死我了你！什么声音？鬼呀！南书房，主人，南书房的动静如何？没有任何动静。不过我已经有意调离了部分南书房的人手。天目童呢？也没有动静，就在住处。本以为庄妃死后他就会离开皇宫，但是没有想到太后硬是把他留了下来。看来天目童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尽任何办法把他调离皇宫。鬼？正是，南书房闹鬼，还丢了东西。都丢了什么了？仕女图。天目童到，参见太后。天目童，云指挥有件事情要问你，你先回答他的问题吧。不知道云指挥有何见教？小道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是吗？那交出来吧。什么？仕女图。仕女图？哼，少装糊涂，赶紧交出来。小道确实不知，还请云大人说清楚。你的意思是告诉我们，你不知道昨天晚上南书房失窃一事？
我不知道。好，你不知道。你们俩告诉他。启禀云指挥，昨夜我和许鞠躬二人照例在南书房值班巡夜，忽然一阵妖风大作，这南书的房子门自己就开了，那侍女图就像长了脚一样，飞了出去。当我们再去看时，那图上的人冲我们眨眼睛呢，奴才们当时都吓晕过去了，请太后恕罪。天木童，这一下你还有什么可说吗？云姑娘，你怎么就那么确定南书房失窃一事与我有关？这还用问吗？我昨天3更半夜看到你鬼鬼祟祟的进入南书房。再说了，这装神弄鬼本来就是你一贯的伎俩。这图被盗之事，除了你，还有谁？哼，那也就是说，昨天在南书房外不止我一个人，云大人也在。我那是跟踪你去的。哼，云大人3更半夜在宫里行走，跟踪一个男人，不知道云姑娘所欲何为啊？我奉旨夜巡，看到有人鬼鬼祟祟跟踪缉拿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你出现在南书房，难道是散步？正是散步。太后，你看他。天木童，你说不是你盗的图，可得有依据。敢问两位公公，昨天你们大致看到侍女图飞出来的时候，是几更？是2更左右。2更。那敢问云大人，昨天你在南书房看到我是几更？是2更3刻。2更的时候，我正在书房里面打坐，这一点小蘑菇可以为我作证。你简直就是狡辩，谁都知道你可以入定神游。再说了，谁知道那屋里是不是你的幻身呢？太后，侍女图遗失一事，此事非同小可，还请太后下旨，让小道去彻查此事。这样吧，只给你3天的时间，3天之内找不回侍女图，你就无法自证清白了。小道遵旨。只是小道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说。此事蹊跷，小道分身乏术，独木难支，还请太后派给我一个帮手。说吧，你想要谁？这位足智多谋的云大人。太后，准了。小道先行告退。臭道士，你给我站住！臭道士，我问你，你自己犯的错误，为什么要把我拖下水？奉旨查案，不是你们锦衣卫应该做的事情吗？那得分什么事儿吧？哼，凡是宫里的事情，您就都得负责。你就逞口舌之快吧，看你3天之内交不出图，你怎么办？3天之后交不出图，你我一起受罚。你。不知于大人前来有失远迎。天目道长，我不请自来，是我缺了礼数。请。不知于大人前来造访，所为何事？我听闻侍女图被盗了。哼，于大人当真是消息灵通啊！哈哈，于后宫中事，我一向是关心的。恐怕于大人关心的不只是侍女图。哦，此话怎讲？恐怕于大人真正关心的是日月神鼎。道长是如何得知啊？实不相瞒，庄妃死前曾经告诉过我，这侍女图中藏有与日月神鼎有关的秘密。正是。敢问于大人，这侍女图到底是何宝物？还请于大人详细说来。皇上宠爱丽妃，便找人画了她的画像，并把日月神鼎的秘密一并画入画中。
李妃死后，这仕女图便放在了南书房内。那如此说来的话，李妃的死很有可能与这仕女图有关。皇上出征前曾秘密地交代我，当年李妃之死，朕一直耿耿于怀。皇上的意思是，您怀疑李妃之死还有隐情。不愧是朕的首辅大臣，朕的心思你都明白。请皇上放心，臣一定替皇上查明真相。当初圣上为了保护李妃的安全，在他的宫中安置了一文一武2位太监。这位李公公是文太监，李妃死后，他便被安置在南书房任职。另外一位公公姓陈，武艺高强。李妃死后，这位陈公公便得疾病暴毙而亡。那如此看来，这南书房失窃一事，想来并没有那么简单。这日月神鼎若是落入了心术不正之人的手中，朝纲必大乱呐！程大人，你说这封条一贴，兄弟们又得看守好长时间，要不你先回去休息一下？我倒是想啊，事关重大，出了问题，你担当得起吗？是，要不给你弄点喝的去？你说每次为什么都是咱2个人被使唤来使唤去呢？哎，现在整个锦衣卫都在南书房当差，也只能用咱俩去当佣人了。奇怪，奇怪什么？我怎么感觉有人在跟踪咱们？还站着干嘛？赶紧把酒送回去，咱俩就可以开溜了。赶紧找。嗯，走。哎，这酒是你的吗？给我点。锦衣卫的酒你也敢抢？我看你是活腻了吧？啊！赶紧给我拿来！哎，怎么打人啊？哎，小姑人牵酒。哎，住手！酒拿过来。喝嘛。哎，官爷，听说他有神经病，万一传染给你怎么办？去！爷，把他给我管好了，下次再让我碰上，饶不了他。一边去！疼啊！起来吧！哎呀，怎么着你还要碰瓷儿啊？还要快起来！嘿，你还不乐意了？